相思落叶曲一片，情难断，断袂离，一寸伤痕累累，我用痴情绑自己。 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你袂开？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搁爱你，徛在雨中厝花家己。 我会用时间将你放袂记，才知家己毋捌绝情两字。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你袂开？ 我替你煮饭洗衫，无用30多年，真无简单，你才结婚啊！就想要甲我一个人等伫咧厝内底，恁好去佚佗，互我家己来煮饭。义斌，你做人爱有良心。义斌，煞出去啊！你要出去佚佗会用的，先甲我送去养老院。有人替我煮食，你要去倒位就去倒位。妈。 好啊，莫甲我讲遐尼济啊！义斌，你打电话去公司，互负责总部的朋友甲因讲，咱已经另外安排行程，要取消这个的旅行。秀秀，妈，所有的朋友、同事。 因拄结婚，拢会去倒美国的啊。迄是因兜的代志。江大哥，阿姊有伫咧无？你好，有伫个。李小姐应该改喙叫姐夫啊。是，爱叫姐夫啊啦。姐夫。 淡薄礼物，请你收落来。你是李小姐的朋友？是，我叫做吴公仔，目前是音乐唱片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。是因为大姊答应替婉婉小姐写歌词，目前婉婉小姐的专辑唱片已经到达非常重要的阶段。 因此，我伫大姊甲大姊夫的新婚期间，特别来交了，是希望大姊甲大姊夫在度蜜月的时阵，会当利用度蜜月有闲的时阵，动笔写歌词。我相信，伫度蜜月的同时所写出来歌词，一定是非常的优美动人，而且充满了浓情蜜意。婉婉。阮的蜜月旅行已经取消啊！为什么？婉婉，你哪个走来？大姊，蜜月旅行是安怎要取消？另外有淡薄仔代志。大姊，唔讲有啥物代志，都无蜜月旅行重要啊！你莫问遐多啊啦。夫妻上重要的是以后10几年的生活。 是毋是有去度蜜月，一点仔都无重要。是，既然大姊无要去度蜜月，安尼更该当替阮动笔写歌词啊。王先生，你请坐啦。多谢。秀秀，去甲人摕倒茶。是。
敢无早好困啊？弟弟啊，我有一种感应，敢若秀秀伫咧哭，哭了真伤心。你想过搞操烦啊啦？其实依萍这个囡仔是袂歹啦。问题无伫咧依萍身上，是因妈妈。我伫咧公证处要甲伊讲过话，我感觉伊就敢若是孔雀东南杯内底迄个歹大家。妈咪啊，即摆什么时代啊？迄种旧式的社会习惯哦，免哪会当甲即摆的思想放做伙比咧？你就是几侪理论啦。人哦，不管是以前也是今嘛，同款拢是人。依萍的家庭状况，甲孔雀东南杯内底的情形完全同款。你叫我是要安怎袂烦恼咧？免若真正是安尼哦，迄就是秀秀的命啊！弟弟啊，你哪会讲话遮尔无负责任啊？你明明知影依萍的家庭状况，昨暝还未结婚以前，我就提出意见，你是安怎无反对？这届哦是秀秀下定决心才做的决定。假使讲咱反对，坚持叫伊嫁予林景祥，万一若是比依萍的情形还佫较歹，咱是要安怎面对秀秀？对秋霞又佫要安怎交代呢？我唔对啊，我应该两早回来的。你要出去佚佗会用的，先甲我送去养老院。有人甲我主食，你爱去倒位就去倒位。我介意伊，我比什么人拢较介意你。这几年我的生活好佳哉有伊照顾，亲像伊遐尔好的查某囡仔，若毋是因为你伫咧做假，我才唔甘伊嫁予别人。彬彬，阿姑，敢会当请一下假？我有淡薄代志要甲你参详。南部工厂内面代志伤多啊，我搁要赶转去。要若无，我会等到你下班了后，才过来找你。我甲阮头家讲看卖。彬彬，多谢。头家，我想要甲你请假，请1点钟。啊，今仔生理特别无闲呢，有几台台机车明仔载一定要交互人呢。我毋是来加班。头家，拜托拜托啦！阮阿姑对南部起来，马上就要赶倒去安尼。好啦，去啦。阿姑，我去洗只手，2米就来。唔免啦，我凊彩切一就好啊。不要紧啦，垃圾了搁再洗就好。多谢。过去我嘛甲你同款做乌手的工作。阿姑，你嘛捌收过车哦？当时我咧行船，按3管轮做起，一直伫咧机房内面，规工拢甲机器做伙。做船员哦，一定足好耍的。无你所想的遐尔好耍。彬彬，咱找一个所在小坐一下。咱就坐遮好无？去咖啡馆吼，爱搁开钱。彬彬啊，
你敢捌想过，修理机车袂当做永远的职业？我只是兴趣，一方面做工课赚一寡钱，还阁交学费。敢要去阿舅的工厂工作？有暗时要阁上补习班。南部嘛有补习班啊，而且是南部同款会当参加联考。你的哥哥姐姐，每一个人拢有家，我袂放心你一个人单独伫外口。一摆我8天来参加你阿姊的婚礼，顺续办一寡代志。上界重要的，还阁是你。我想要带你去南部。阿舅，叶家并无歹治我，而且我逐工暗时拢爱甲阿嬷通电话。假使讲我若去南部，阿嬷伊会烦恼。安尼讲起来，你是无愿意甲我转去啊？假使讲会当顺利考到机械系，等我大学来读完，我一定会去阿舅的工厂做工课。好啦，阿舅尊重你的选择，啊，不过我希望你会当会记住，需要任何的帮助，随时爱打电话给我。若有需要，我会打电话去台南给阿舅。小等下，我就要回南部啊，你替我甲恁哥哥姐姐讲一声。这你先摕咧。我不爱。唔是要互你的。恁大哥阿姐针灸治病需要钱，而且唔通甲大哥阿姐讲是我摕钱。伊这人吼，逐项拢好啦，就是咧性地吼，实在挡袂牢。有闲会记得写配合我，恁阿金吼嘛时常咧念恁。爱甲佩佩讲，结婚时阵爱通知我。唔通甲婉婉同款，结婚又搁离婚，我拢唔知影。真正是无甲我这做阿舅的囥伫眼内。阿文啊，还有啥物代志吼？你赶紧讲啊！小基啊，你讲啦。啊，帮文的意思啊，是讲，第三对阮佩佩真有意思啦。哎，我知影啦。即马问题是条件讲袂好。哎呦，太哥，你有三个后生，嘛无差第三个啊，就互第三个嫁过来互阮佩佩，嘛无捌去上悬呐。袂用钱。大哥，你啊已经有2个后生啊，而且拢已经结婚啊，嘛生囝啊。哎，因拢搬出去大啦，无算是我的后生啊。就算讲因搬出去大，你嘛同款有人传宗接代啊，阮就无啦，无后生。唉，迄就爱怪你家己啊，是安怎你家己唔是啊？恁哦，唔通小想阮第三个啦，若尾吼就陪陪嫁来阮兜啊，叫阮第三个嫁过来啊，哼，民望啦！大哥，有代志豆豆参详啦。我是无啥物好参详的啦，谁叫恁某是未生2个阿母啊？你想哪？妈！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秀秀，实在真失礼。本来计划要去美国旅行，即马无法度去啊。无啥物啦，
嘛讲了无毋对，美国旅行是外国人的物件，是毋是有去，无遐尼重要。也毋过真罕的有遮长的假期啊！若失去即摆机会，以后恐惊都无法度过遮长的假期，会当互咱去旅行。凡说过一年了后，咱就会有囡仔，到迄个时阵，就搁较无法度去啊。一边，那安尼就等囡仔长大成人以后啊。一边，翁仔某的生活是久久长长的，毋是伫咧一届短短的美国旅行。啊，对啦，我袂记甲佩佩讲，咱的美国旅行已经取消啊。我已经甲伊约好，后日会去德山呢。老阿伯、老阿姆，伊是足热情的人，一定传足侪好物件，等咱去因遐。即马咱无要去啊，安尼毋是害因爸无用的。那安尼是要安怎？我会赶紧敲一下电话去通知佩佩。喂，毋是，我毋是啦。你是啥？哦，佩佩去病院啊？是安尼啦。阮阿婶，就是佩佩妈妈，伊突然间昏迷不醒，佩佩甲因爸爸拢去病院啊。我毋知呢，敢若足危险的哦。哦，多谢。我知影，再见。秀秀，佩佩是安怎讲？老阿姆破病啊，恐惊会有性命危险。哪会形容破病呢？我听佩佩讲过，老阿姆身体一直拢无好。血压高，伊阁有心脏病。哦。一边，明仔载我想要去德山一撮。我陪你做伙来去。我来去问冰冰甲圆圆，因是毋是有闲去？真正的哦，我去，我一定会去。佩佩的妈妈就是咱的妈妈，而且老阿姆一定对咱真照顾。等冰冰转来，我甲伊讲。好，好，大姐再见。大块姐，大块姐，害啊啦！是啥物代志？老阿姆破病啊！佩佩妈妈到底啥物病啊？大姐打电话来讲，好亲像甲大块姐同款，而且即马阁昏迷不醒。哎，一个好好人，哪会得到这种病啦？系啊啦，佩佩一定真伤心。伤心的，恐惊还搁伫后面。凡说将来甲我同款，变成共拖累的废物啊！大块姐，你唔通一日到晚讲这款话啦，听了才烦的呢。嫌烦你就莫听，出去啦！大块姐，是你啦，我唔是故意要讲遐话，你莫生气嘛。大块姐，好无啦，莫生气啦。阿王啊，圆圆拄则讲的意思，是希望你莫一直甲家己当作是病人啦。我即马安尼，毋是病人，无是啥？阿王啊，我若讲你莫生气哦。像你安尼生，规工甲家己关在房间内，就算讲是无破病的人，嘛会甲家己关甲破病啦。无你叫我要安怎？我看过足侪中风的人，因有的吐拐呀，有的坐轮椅，在过遐路，在公园内底佚佗。阿王啊，
去外口行行无歹啦，加看卖啊，心情嘛会较开朗咧。大看姐，等我对第三顿来，我就带你去佚佗。只要你若愿意，我会用逐工播1-2点真久，陪你来公园啊。煞煞去啊！餐厅已经有够无用啊！啊，是我来就好啊啦。大看姐，你讲好无？你哦，敢若出一支喙啊！定定几夜工哦，拢无看你的人啊！我无伫的时阵，冰冰会当陪你啊。冰冰哪还袂转来啊？我哪会知影？我看伊也是死袂变。婉婉，嗯？东东伊敢知影老汉破病啊？哎呀，系啊，大姊叫我甲大兄讲，问伊有时间去第三看老姆无？一个囡仔当时才会大汉啊！好，等伊回来我会甲讲啊，好，再见。东东敢有讲伊要去倒位啊？伊只是讲办公室内底有紧急的案件要处理。这就奇怪啊！较早伫刑事庭工作，无闲阁讲会得过啊！即马调去民事庭啊，应该是较轻松啊。那颠倒比过去阁较无用咧。谁知影？当初拢是你叫伊读什么法律，做什么法官。即马好啊吼，无闲甲连生囝拢无时间。做法官是个理想，我凭什么反对啦？你无反对，就莫怪家阳无甲咱平甲生一粒孙。东东讲的无毋对啊！即马这社会啊，无守法观念的人实在有够多啦。爱排队的时阵唔排队，无应该停车的时阵干那要停车。明明有天桥，搁有地下道，就甲咱袂行。骑机车袂当行快车道，偏偏要伫个汽车内底软来软去。明明公司有趁钱呢，干那要做假小偷走税。明明公司无钱偏偏要假大班进一大堆货物，煞落倒去做伊走。互掠着就算伊衰，若无去互掠着迄佫想讲家己足牛的咧。哎呀，无守法的人吼，已经到唔知见笑地步法治的尊严，若是佫无好好振作吼，咱这个社会愈来愈危险嘛。你当时变甲遐尔有学问是毋是东东教你哎呀，这免东东教，报纸顶面、电视新闻，定定拢咧报道啦。看了互人足心疼的。对啦，今仔日我有看到一个消息，有一个大学生做贼当场向撞着。你想看卖？读省现主的人，拢做这个代志，仁义道德是走去倒等东东若转来我一定要甲讲啦。以后拄到这种案件，都爱甲判重刑，不但爱判刑。你去坐假，等你出来以后都爱阁叫伊做苦工，甲偷摕出来的钱拢甲赔出来。也阁有遐倒货的啦，共骗钱的恶性倒店的，拢共款啦。哎呦，你管代志嘛管伤多啦。东东是法官呢，伊有权利安尼做，这嘛是应该啊。你加关心家己厝内的代志啦。哎呀。咱遮的代志有啥物互我好操烦的啦？这几天东东拢是无闲到3更半暝才转来，你袂急无？是要急啥？东东无像我爱啉酒你放心啦，只要伊莫去外口乌白来花天酒地无闲是应该啦。我少年的时阵嘛是共款啦，少年人较无闲者
就代表讲啊，伊是愿意上进，是一个好青年呐。哎哟，你想对倒位去啊？我是要你考坑伊啦。考坑啥？像东东遐尼乖的囡仔，有啥物通考坑的？即马吼，家用已经愿意要生囡仔，逐工互伊啊高手空房。这个话吼，我袂当甲东东讲啊。我来讲啦。你莫讲甲伤明哦。我知啦。拢11:20啊，东东啊，唔回来啊。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才拄调到民事庭，就拄到这桩案件。这桩吼，真正是足歹心理的案件。是安怎人世间总有这个骨肉铁算的人伦悲剧呢？公爸母的兄哥要抢回小弟小妹，养爸母要抢回小弟小妹，敢无关？这敢若就是当年阮兄弟姊妹所做有着的代志共款。这是要安怎？爸，妈，这样暗啊，你拢还袂困啊？东东啊，你哪种啊才回来啊？啊，最近我拄到一件较麻烦的案件。东东啊，你先坐落来，我有足多代志要甲你讲的。哦。哎呦，这么晚是要讲啥啦？东东，我去煮物件互你食，食饱较早去困哈。妈，我无想要食。是安怎？食袂落？有倒位无爽快啊？无啦，妈。东东啊，你最近平常无啥好哦。妈，我只是有较忝啦。那安尼哦，就莫伤忝啊。东东啊，工课爱做，身体嘛爱顾。若做了伤忝吼，会当甲顶司报告者。我相信啊，人嘛会体谅你，减轻你的工作负担。安尼你就较早就去休困啦，家用咧等你。爸，我有一件代志，敢会当问你一下？啥物代志啊？15年前，阿姊甲我对米拢要讨转去。伫迄个时阵，你的心内是啥物感觉？遐尼久的代志啊，上过会记的啦。爸，拜托拜托，你一定要甲我讲。你哪会常常提起这件代志啊？爸，你是毋是感觉家己付出的爱心拢浪费啊？对，就是这款感觉。妈，既然是安尼，当时恁为什么要放我走呢？是毋是你拢感觉人做归宗真正有遮尔啊重要？妈，你甲我讲啦。东东啊，我，东东啊，是毋是顶阿姊阁要互你另做归宗啊？妈，你误会啊啦！
阮大姊毋是迄种反起反倒的人啦。哎，啊你到底是安怎阁问起这件代志？爸，是安尼啦。我即马吼接一件案件，就甲阮当时的情形一模一样呢。哎呦，害我错一条，我搁当作你搁想要另做几种啊？妈，爸，恁对我遮尔啊好，而且阁答应互我的一个囡仔姓王。哎呀，问题是到即马连一个囡仔嘛无，我是烦恼讲会辜负恁亲生妈妈的交代啊。好啊啦，你搁讲这件代志要创啥？家用已经答应要生囡仔，安尼就好啊。哎，答应还答应啊，也毋过当时才要生啊。只要东东莫遐尔啊无闲，逐暗准时下班，较早转去房间休困，就会当生啊。讲的比唱的较好听，当初时我叫你生一个囡仔，你搁走去注射娘娘遐，下过几啊摆元呢？结果咧，同款嘛无生出来啊！哎呦，你搁怪我啊？迄当阵哦，你是逐工拢遐尔啊无闲，啊毋是搁爱出去啉烧酒，哪有时间好生？哎呀，迄过去的代志啊，莫搁讲甲落长啊啦！妈，煞去啦。啊，那么爸爸搁要啉烧酒啊？哦，东东啊，拄啊，婉婉打电话来讲吼，佩佩妈妈破面甲真严重，恐惊有危险嘛。爸爸，你先回去厝内休困啊。爸爸，你回去厝内休困啦。爸爸要伫咧遮陪恁妈妈，也若无恁妈妈会惊啦。爸爸，乖，你先回去困哦，明仔载爱搁上班。爸爸，我是护士，我会照顾妈妈的。爸爸甲妈妈是翁仔某，爸爸甲妈妈结婚了后，都好亲像阿公甲阿母，每工拢分袂开。医生，我妈妈伊哦，无要紧啦，我已经做适当的处置，病情总算暂时稳定啊。爸爸。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爸爸，爸爸，医生，只要你会当救阮某，我要开偌济钱拢袂要紧。阮家有足济爱，我会用卖掉来付医药费。救人是医生的天职，阮会尽阮的全力去救伊。医生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啊！你是一个活菩萨。医生，我是考试合格的护士，我敢会当日去照顾阮妈妈。你是护士？我伫第三卫生所工作。你既然是合格的护士，当然是你留落来照顾病人。恁爸爸会用转去休困啊？袂用的啦，我要伫遮甲伊照顾啦。
老先生，你留伫咧遮，嘛无法度斗相共啊。我要留伫陪陪妈妈的身躯边，伊才会放心啊。好啦，那安尼你就留落来啦。多谢，多谢。我了解你的心情，我若是即马叫你倒转去，你嘛无法度困啦。多谢，多谢。医生，我敢袂当入去病房内底？家护病房内底有专门的医护人员咧照顾，随时咧注意病人的变化。我知影这个规定，家护病房是袂用凊彩入去的。我是护士，我知影护理详细。我想无啥好啦。等病人转去普通病房的时阵，才交互你照顾，安怎？是啥？妈，是我啦。入来。妈，冰冰还未打电话给你哦。我等下咧爱困啊。这个囡仔唔知影咧无用啥物。妈，你莫阁替冰冰烦恼啊啦。哪会袂烦恼？伊3岁就来咱兜啊，自细汉就对咧我的身躯边，一天敢阿嬷直直叫，今嘛无看我。冰冰甲因爸爸讲过啊，讲伊会转来啦。伊只是想无爱互人讲伊是软脚虾，伊想要家己出去外口磨练一个啦。也未20岁的囡仔是要磨练啥物？白白去吃苦受罪。范元25岁的时阵，还阁啥物拢唔知，连一斤米卖偌济伊拢唔知咧。冰冰遐尼细汉，就出去做工，是修理机车呢，负甲规身躯垃圾行行。妈，我感觉咱过去拢想过保护囡仔。就是因为囡仔还阁细汉，啥物拢唔捌，才需要咱保护。若是无经过一番的磨练，免会知影伊是毋是会怎样。家姐出代志了后，冰冰迄种牺牲家己要保护小弟的精神，才互咱真正体会出因兄弟的感情。家姐变好啊，迄拢是冰冰的功劳。囡仔在咱的目睭内，永远拢袂大汉。其实，这囡仔已经有因家己的思想、家己的行为标准啊，嘛知影对甲唔对，会当适应环境啊。是啊，好亲像因伫咧一暝之间拢大汉啊。所以我才感觉，妈你唔免烦恼啊，伊在外口袂阁出代志，惹麻烦啊。我毋是担心伊会出代志惹麻烦。过去伊伫咧咱兜的时阵，逐暗伊拢会来我的房间，甲我讲几句话，甲我讲晚安。即嘛无听到伊的声，我的心哦，安怎嘛静袂落，就是困袂去啦。可能有啥物代志耽误我啦，啊无我敲一下电话来酒家问一下。莫客气啊，我知影吼，伊一定会敲电话来。啊，伊若无敲电话来，你毋着规暝拢免困啊？我年岁大，反正嘛困袂去，等电话嘛算有代志通做。你紧去困啊，哈！明仔早起，搁爱传家姐上课的物件。家姐还搁咧读书，我来去煮一点仔宵夜。妈，你有想要食啥的无？我啥物拢无爱，
我敢若想要等彬彬的电话。彬彬，阿嬷，今仔日机车行加班，我才拄转来，就打电话给你。彬彬，你唔通伤忝呢，难道吼无欠遐个钱？我知影啦，阿嬷，我袂忝，你暗顿有食无？食过啊，啊，身躯洗啊未？才拄转来尔，还袂付洗身躯，就打电话给你啊。哦，那安尼吼，紧去洗身躯，较早困的哈。好，阿嬷阿慢。好，乖，紧去困。妈，安尼你会用困啊吼？彬彬，你哪会即马才转来啊？我加班嘛。会不会打电话来讲，老阿母破病啊，真严重呢？敢有影？会袂？我毋是咧讲耍笑的啦。那安尼要安怎？我甲大兄讲好啊，明仔载去登山。我也去。彬彬啊，阿姨有甲你传宵夜呢，食去洗身躯，紧去困。多谢周阿姨。几乎，你叫阿姊较紧的啦。哎呦，大姊，你哪会遐慢呐？好啊，紧来去。稍等下啦，我来去跟妈讲一声。叫几乎讲就会使啊。谁知伊要困到当时，也在外口等真久安呢。你叫王先生开车送咱去哦。是啊，飞弟也无代志啊，紧来去啊。秀秀，你先走啦，妈妈起床以后，我会甲讲的。彬彬，婉婉，咱来去。好，你是要去倒位？妈，佩佩妈妈破病啊，我甲婉婉、彬彬要去德山看伊。你去看伊，伊的病就会好啊，是？妈，无你的代志。拄则结婚的新娘啊，袂用去参加任何的婚丧喜庆，你连这点仔规矩拢唔捌是？大姊是要去探病啊？探病嘛袂用的。公阿母，这未免伤超过啊！李小姐，你讲啥？我是讲，婉婉，大姊，我唔捌听过新娘袂当去病院探病。李小姐，每一家拢有每一家的规矩，阮兜的规矩，新娘啊，除了第3天回门之外，袂用去参加任何的婚丧喜庆，就算讲是探病嘛袂用的。卡算若去探病，参加婚丧喜庆，会安怎？那安尼就真歹讲啊！万一发生啥物代志，李小姐，你敢当会起？我敢若知影做人爱同情达理。你是讲我无通人情，无讲道理？当然啊，大姊，你甲彬彬去啦。大姊，你甲佩佩讲，过一阵嘛，我一定会去看老阿伯、老阿姆的，而且替我甲老阿姆问好，祝伊早一日康复。彬彬，咱来去。秀秀，无要紧啦，有婉婉甲彬彬，代表咱去看老阿姆，嘛是同款的啊。我10岁迄年，阮爸爸就过身啊。阮妈妈守寡守20几年，我一直是伊生活的重心。我知影。假使讲妈妈伊有啥物过分的要求，希望你当体谅。
你免烦恼我啦，我会尽心尽力做一个有效新妇。秀秀，我会用我一生一世来弥补对你的亏欠。咱已经是翁仔某安尼，咱就讲这个。我袂当无讲，要做一个有效的子孙，并不是遐尔简单的。尤其是你，妈妈有真侪奇奇怪怪规矩，但不是讲有好心就会当挽救伊，都要搁顺伊的意。做人是衰，是一定拢会有效，只是要真正做到有效这两字，并不是遐尔简单，都要搁付出真侪心血，你需要牺牲真侪咱家己生活甲观念，去顺从咱的时代。你是烦恼我做袂到心，秀秀，我是不忍心你的牺牲伤大。既然入港家的门，我就下定决心，不管安怎，要做一个好新妇、好家后。秀秀，为着避免以后无必要的误会甲冲突，我绝对袂让你甲妈妈有啥物危难发生。以后若有啥物代志，请你甲我讲，我会去甲妈妈纠正。敢有必要安尼先做？就以今仔日这件代志来讲啦。假使若是我去甲妈妈讲，凡事今仔日你就当去登山啊。爸爸，你食一罐了。我食袂落。爸爸，妈妈已经破病啊，你安尼袂食佮袂困，若是你嘛破病，我是要安怎？佩佩，你先扛咧，我等下再搁食。你去上班啊？爸爸，我已经打电话请假啊。佩佩，你妈妈若是袂当好起来，我嘛无想要活。你着去台北去找你姐姐甲哥哥。爸爸，你哪要讲这种话？妈妈也好诶，妈妈也一定会好诶。手机，手机，你袂用放我一个人做你走啊！哥，阿姐哪会嫁互遐尔无讲道理的人做新妇？你是咧我袂讲啥？大姐叫我去吃面，做阵去德山，迄个老怪婆故意调来，讲啥物会抢着，会有歹运，讲迄啥物话啊？大兄，刚刚真正足无讲理的。秀秀毋是要去耍啊，伊去遐只是要看老阿姆尔。无用诶，
妈，莫搁讲啊！秀秀，我会茶咧。